Pilgrim's Chorus Introduction。首先介紹作曲家 Richard Wagner， 佢係德國人，1813年出生，死於1883年，一共69歲。佢係一個作曲家、指揮家同埋戲劇導演。佢嘅歌劇咧係最出色嘅，而佢最突出嘅咧就係佢除咗創作音樂之外咧，更每一套歌劇都係自己填寫歌詞嘅，創造咗稱為 Total Work of Art， 德文原名咧就叫做 Gesamtkunstwerk。 佢認為樂隊同埋歌唱家係同等重要嘅。Wagner 咧有佢自己嘅劇院，就叫做 Bayreuth Festspielhaus， 裡面有好多特別嘅設計。由1873年起咧，每一年都舉辦一屆 Bayreuth Festival 嚟表演佢重要嘅作品。Wagner 7歲咧就學鋼琴，15到18歲咧就學樂理，然後咧佢跟住就入 Leipzig University 嚟學作曲。佢因為介入政治，就要流亡去瑞士、維也納、巴黎等地12年。好彩咧 King Ludwig II 好鍾意佢嘅歌劇，所以咧佢可以重返德國。Wagner 有心絞痛，1883年就死於心臟病。佢一共作咗113首樂曲，大部分呢都係歌劇。最大型嘅呢就係 Der Ring des Nibelungen， 翻譯做 The Ring 或者 Ring Cycle， 叫佢做 Cycle， 因為 Wagner 將4部歌劇串成一部，喺1859年完成，就要用15個鐘頭去表演咁多，可想而知係幾咁大型啦。好，現在介紹 Wagner 嘅 Pilgrim's Chorus。Pilgrim's Chorus 咧就係出現喺 Wagner 1845年完成嘅歌劇，叫做Tannhäuser 第3幕嘅第一個景。音樂同埋歌詞全部都係 Wagner 創作嘅，就長達4個半鐘，中間呢就有2段休息。Pilgrim's Chorus 係描述朝聖嗰啲人去羅馬去請求赦免自己嘅罪，讚美神嘅慈愛，同埋之後得到嘅安寧。Wagner 作 Tannhäuser 嗰陣時候咧，情緒激動到咧病咗。1845年10月就喺德國嘅 Dresden 首演，由佢自己做指揮。1846到47年呢 Wagner 就更改嗰個樂曲，就將 Pilgrim's Chorus 由樂隊演奏改為歌唱。呢個呢就叫做 Dresden Version。1845年之後呢，法國嘅國王 Emperor Napoleon III 要求 Wagner 加入一隻芭蕾舞去第一幕，而且仲要將歌詞改為法文嚟唱。喺1861年由 Paris Opera 演出，呢一個呢就叫做 Paris Version。1861單係排練呢都排咗164次，真係唔簡單。之後呢1875年又有第3個叫做 Vienna Version， 又改翻用德文唱。好，現在請大家欣賞，多謝。